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6月13日。听我说，我已吩咐。经文记载在路得记2章8跟9节。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第8节。波阿斯就去对路得说：听我说，小姑娘，你不用到别人田里去捡麦穗，就留在这里跟女工一起。就去对谁说？听我说，你不用，就留在这里跟谁一起就好。曾经有人对你说，或你对什么人说过吗？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持续前几天，也就是有关有一个新住民的媳妇，年轻就守寡，跟着婆婆从原来自己的故乡来到婆婆的故乡，而两个寡妇在当时候要生活并不容易。这位新住民的年轻寡妇主动在那最困难的时候跟婆婆说，她要去田里捡麦穗。麦穗就是人家收成之后掉在地上，那个落下来的可以捡成他们的食物。而她到的这个田地是属于她婆婆家族里面的一个亲属家属。这男主角的名字就叫波阿斯，是一个大地主。昨天我们的故事是来到了这么恰巧，波阿斯来到了，从外地来到了这个田里，而他远远就看到了路得，但路得并不知道。就在今天，波阿斯了解了这一位所谓小姑娘路得，其实就是人们口中很孝顺，婆婆愿意跟着婆婆来到了这个新的地方，愿意侍奉这老人家，而且这么努力的工作，不是等着人家救济。于是今天经文一开始就这样子说，波阿斯就去对路得说，听我说，小姑娘，你不用到别人田里去捡麦穗，就留在这里跟女工一起。看男工到哪里收割，你就跟着女工捡取。我已经吩咐我的男工不可欺负你，你渴了就到水罐那里喝他们打来的水。从两个小小的经文里面，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当时候捡麦穗，其实它是因着男工他们会去收割之后他会有雇一些女工在后面把它捆起来，而捆起来就会有一些掉落下来的。而我们知道一个外地来，特别它是所谓的摩押是在当时候这个地方他们其实是敌对关系，所以这个路得在这里其实是很危险，很容易被霸凌的容易被欺负的。但是这个地主讲话咯他有吩咐咯，所以他对路得一个邀请，他说，请听我说，某某某，你不用到别的田里去工作捡麦穗，就留在这里，我已经吩咐。甚至他做的更多说你渴了就到水罐里那里喝他们打来的水。在当时候这些水是要自己打的但波阿斯他心里发出那样的邀请，因为他有个怜悯的心。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曾经在那困顿中呢？我们是不是在那很急需人的帮助？我们觉得我们的旅程怎么这么
苦命呢？我们的命运可以得到改变，可以翻转逆转胜吗？这是一个邀请，命运改变的邀请。正如波阿斯，他伸出手，他打点好所有，他邀请路德，他可以在这里安心工作。这是一个应许的救赎。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向我们发出邀请。或许我们的生命现在正是感觉是绝望之路，但我们的主他发出邀请，要我们真的是有机会可以接受，愿意接受他的救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也做一个预备。主耶稣邀请你，在你的生命里让他来介入，你不要再寻寻觅觅，就这个时候你来接受主，让主来保护你，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再去寻寻觅觅，因为主已经吩咐你可以喝那灵里面的泉水，你就再也不会渴，你的生命会有源源不断从上帝那里来，使你的生命不干渴。人生旅途中遭遇试炼和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也做一个决定，是否愿意让主来帮助你。人生旅途中遭遇试炼和患难，不安笼罩我，陷入深沉黑暗中。那是主对我说，人生路我伴你走，你不要惧怕，我是拯救你的神。身在苦难里，心在犹豫中，主你带领我，与我同行。丰盛的恩典，无尽的慈爱，盼望之路他亲自引领。我站立主面前，高举双手来敬拜我主，从今世到永远，赞美我主我神，我的主耶稣。盼望之路是在人生旅途中的一个记号吗？还是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是绝望之路呢？主要带领你跟他一起同行，我们可以来依靠他，我们可以来相信，来信靠他。今天他向你来一个邀请，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就留在你的恩典
的道路上，我就不用到处去寻寻觅觅，我就留在这里，跟主你一起，以及主你的儿女们一起，在那人生的路上，我们是能够盼望，我们是可以互相扶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对我们邀请，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改变，我们不再是孤单去面对我们的生命，即便遇到了很黑暗一些不安笼罩着我们，但是主，我们相信你今天对我们说的，人生的路你要陪伴我们走，我们不用害怕，你是拯救我们的主。谢谢你在苦难中给我们这样子的应许，我们愿意来接受你，来带领我们，或者我们现在还不愿意，但主，我们恳求你将今天这样子盼望的邀请，我们存记在心。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活出那盼望的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